有一个读国校的时，捌互音乐老师性骚扰的查某人，已经出面指控讲，新北市一个现任的国小的音乐老师哦，伊早一边教伊钢琴，一边对伊骹来手来。新北市政府嘛表示讲，这案已经依照性平法启动调查了。借由上课可能在弹琴的时候要打拍子，他会先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，那先假借好像在打拍子，然后到后来是用摸的大腿。我偷看迄段去互性骚扰痛苦的记忆，这个负责人伫面台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，伊讲出伊10岁时阵去互钢琴老师性骚扰的过去。我弹错的时候，他可能要么就是直接可能会打我的头，那或是他会直接问我说 ：“OK， 那你现在弹错了，那你想要被我打头，还是要被我摸？”有老师，其他的老师会提醒自己班上的小学生说，上音乐课的时候记得要带外套，把自己的大腿遮住。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老师还有什么资格在教育界呢？针对这点，新北市政府强调讲，4月初了解专案了后，已经依性平法启动调查。到今年4月，知悉第一时间立即通报，并召开性平会决议暂停该师职务，并离开校园，确保师生安全。案情尚未厘清完成调查之前，将搁置该师退休申请。就有陈情人，直到自己成为一个学校的辅导老师，他才有力气说出已经过了追溯期的，就是他的一个受害。所以我们要修刑法第80条，把追溯期要自成年才起算。立委认为讲，旧法20年的追溯期，可以让这个恶质的老师逃过刑事责任，会推动刑法修法，追究因的刑责，来回应儿少时期防性侵害、性骚扰受害者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